新德县尖石五峰乡因为自然资源真多元，过去日本时代是台湾真重要的林业发展地区。为了要让更较侪人熟悉当时的林业，尖石原住民文化馆有举办特展，招大家做伙来熟悉得当林业青影的时代。透过人工甲基具，甲茶壳固定好势，利用流笼准备甲茶壳对尖石送去得当。这是过去尖石林业珍贵的影像记录。新德县尖石得当地区过去因为多元的天然资源，在地人的收入主要拢是靠采茶、运送茶壳。也主要是以木材以香山，然后场外的贮木池，然后用来存放木材。那我们坚持乡呢，主要是以锦屏、纳罗、天达纳为储放场跟他们运送的场域。那这边这个图片是我们锦屏4号，这是幽龙，他们早期就是从这个山头到这个山头，他们会利用幽龙来运送他们的木材。新德县林业自日本时代开始发展，过去捌是台湾三大林业产地之一，主要木材来自五峰乡甲尖石乡。迄时阵拢是透过流笼的方式送茶壳到德当，也带动建路的发展。佮加上德当地区有林业、天然气、阿蒙土、玻璃等等产业优势，会当讲伫台湾发展历史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早期在日治时代呢，我们在尖石地区呢，在日本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开辟了一条这个我们叫做横龙山的爱永线。那以后呢，就开始了我们的整个竹东林业与这个尖石山区的整个林业的一个开采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策展呢，了解过去林业的一个兴盛的时代，它整个兴衰的一个过程。这个5人透过伫尖石乡原住民文化馆举办的林业特展，除了让民众更加认捌在地历史，也甲林业人辛苦的生命故事分享，给大家知。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